大家好，我今日又畫咗畫啦，就係依架嘅九巴嘅一架全新嘅 M5 500mmc 嘅巴士。咁嗰架車呢，就有車門、窗口。依架車就11.3米高，4.4米，比舊式嘅 E6N 少4個人嘅原因嘅就係上層53個同企位量減少。如果想見到 E6M 嘅話，你可以搭部分班次 E6M 會行走最近嘅106號線，來往依個嘅黃大仙，先過去嗰個小西灣就可以㗎啦。仲有一個相同嘅型號嘅 E6M 就係城巴。雖然個車載就同九巴嘅規格都係好相同，咁但係呢架車呢，就車型呢，就城巴規格。座位樓上座位有55個，樓下座位有25個，企位更加增至46個，比九巴原本舊式嘅 M5 增加1個企位。於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同埋2024年投入服務。2038、39、404、2041最遲2042年全數退役。多謝晒。